校长，我觉得是时候你必须要下决心了。什么决心呢？高二班呐，他们这个班是咱们郁金香中学建校以来最大的问题。尽早的解散这个班，那对于咱们整个学校的环境以及声誉以及各个方面，那都是有好处的。校长，邱主任，你的意思我很明白，但是在我的眼里，高二班和其他班的同学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还是孩子。既然是孩子呢，他们就都会犯错，都会有毛病。如果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，那我们学校还能做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处理的方式就是把他们丢回到社会上去，我想，这不应该是我们郁金香高中所谓保持自己名声的办法吧？你认为呢？请进。哎，魏老师，邱主任，这样吧，我们下次再聊好吗？好。廖老师，最近呢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也确实出乎了我的意料。啊，校长，不好意思啊，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。事情呢我也了解了，里面也确实存在着许多误会。不过你别急，我会很快给你一个答复的。校长，我来呢不是这件事情，我是想求您另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想去看看孩子。我不是要求复职，我就是想看看，课间或者课后都行。廖老师，学校呢只是暂时的停止了你的教学工作，但是并没有开除你的公职啊。你现在还是高二班的实习班主任呢。你的意思是？这也太怂了吧，都不到2分钟。廖老师，好玩吗？知道为什么被停职吗？都怪我。廖老师，我会去跟我妈妈说的。不是因为这个，我现在觉得学校停我职是对的，因为我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，要不然不会教到现在你们还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教的我也都教了，可是你们没有一个人听得懂，或者是根本就不想听懂。这是我第2次写这2个字。我希望这次说的时候，你们能比上次听得认真一点。看到门口的牌子了吗？高22班，不是因为有我廖学兵他才叫高22班，而是你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个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坐在这里上课，才叫高22班。如果你们不想别人把它拆下来，你们就想想今天的所作所为，要不然大家就这么。
廖老师，这是我给你做的。廖老师，我妈来学校的事儿，我知道了。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怪你。要怪只能怪我平时对你们不够关心，不太了解你们家里的情况。廖老师，其实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就去世了。我妈妈她很少管我，虽然她给我很多钱，但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她的爱。从小到大，一连几天，就只有我跟保姆在家里。我甚至觉得，她更爱她带回来的那些男人，胜过我。廖老师，我知道我之前为什么那么喜欢你，是因为我感觉在你身边的时候很有安全感，就像是我爸爸在身边一样。廖老师，对不起。邱主任，你对廖老师的调查有结果了吗？好的，校长，各位尊敬的老师，各位尊敬的校董事会成员们，在过去的几天时间里，我们对涉及到我校高2班实习班主任廖学兵老师的一些问题及事情做了详细的调查。那么下面我将对调查的结果给大家一个汇报。首先我要说的是廖学兵老师在我校篮球联赛当中的舞弊及打架事件。据我们调查，廖学兵老师曾经私下承诺用5000块钱让高3一班的同学打假球，而且在赛后拒不兑现之前答的承诺，并且打伤了高3一班数名同学。校长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尊敬的校董事会成员们，我认为廖学兵老师的这个行为有悖于作为一名教师的职业操守，而且在广大的师生当中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。下面我想请当事人高3一班的何鑫同学做一下当时情况的一个简单的陈述。何鑫同学，在座的都是各位校董事会的成员和老师，我想请你把当时的情况呢给我们做一下简单的陈述，好吗？邱主任，我昨天跟您说的事情是我自己编的。不是，何鑫同学，你不要害怕啊！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威胁？真的不用害怕，在座的所有的老师和校董事会的成员会替你做主的，知道吗？大胆的说出你真实的想法，好吗？我们没有受威胁，我们比赛输给了高2班，心里觉得很不舒服，所以才去找他们麻烦的。我知道我们错了，我们不应该打架，更不应该骗人。对不起各位。校长，不对呀，这孩子没说实话，他肯定是受威胁了。我相信这个孩子在这里不会说假话。一个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人是非常勇敢的人。何鑫，你回去吧。邱主任，接着说。各位，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情是，也就在前几天，社会上一群闲散人员来到我校，与我校高2班的李玉忠同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，并且与其班主任廖学兵发生了激烈的争斗，造成了很多公物的损坏，也造成了很多学生受伤。对，这事儿我亲眼得巧。邱主任，这件事儿李玉忠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是啊，
这件事儿跟廖学兵没有关系，而是校外的人到学校来挑衅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更应该关心的是如何加强学校的安保问题。大家认为呢？校长，您说这高2班那帮学生的话，您能信吗？宋老师，作为一名老师，难道我们不应该相信自己学生的话吗？各位校董，我是郁金香高中高2班学生慕容兰洛的母亲，也是郁金香高中家长委员会的会长。我的女儿慕容兰洛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，她现在呢住在她的班主任廖学兵老师的家里。就这个问题，我已经多次质询过校方，可是到目前仍然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。怎么这样呢？这太不像话了嘛，对不对？成何体统？他还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为人师表？我希望各位老师还有各位校董认真的考虑这件事情。如果这件事情一旦查实，那么这个人必须被驱逐出郁金香中学。校长，如果这件事属实，那将是郁金香高中建校以来最大的丑闻，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老师。对于会长的问题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各位老师，兰洛。各位老师，我就是慕容兰洛，是我自己非要住到廖老师家里去的。而且，自从我住进了廖老师家里，廖老师就搬到学校来住了，一直都没有回去过。这件事情归根到底是我自己的问题，跟廖老师无关。兰洛，你不要瞎说，他有没有把你怎么样？妈，有问题的不是廖老师，是你。妈，你总说我不回家，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不回家。自从我爸爸去世以后，你回过几次家？我看保姆的时间都比看你的多。你带回来的那些男人，他们都用那样的眼光对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自从遇到了廖老师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关怀，是同学们给到了我温暖。妈，你不应该怪廖老师。各位校董，还有各位老师，我是高2班班长钟柏。我想代表我们全班同学说几句话，可以吗？可能各位都知道，我们班是问题班，是垃圾班，是郁金香的耻辱。从来没有人认可我们，也没有人了解过我们，都觉得我们是无药可救的。对，我们是有很多地方不对，我们也想纠正，可谁又给过机会呢？因此，我们只能破罐子破摔，让我们感觉有存在感。我们班一共来过17位老师，应该是吧？说实话，一开始我们也不喜欢他，我们捉弄他，欺负他。但到后来，我们真的发现，他和别的老师不一样。虽然他上课确实一般，懂的东西还没我们多，但他让我们学会了一点，那就是尊严。如何尊重别人，如何得到别人的尊重。我记得他跟我们说过一句话：人的伟大之处
是在于面对困难的时候还能摆出崇高的姿态。我相信，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，我们会让大家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、一个崭新的高二二班。各位老师，各位校董，学生们讲的太好了，我感动了，我感觉在座的各位也感动了。同时，我们感受到他们与廖学兵老师之间这种深厚的感情。可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必须说可是了。大家是否意识到，这个班他会拖后腿的？